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占位，我来念歌送列位，人来出世走找位，找来找去找无位，无位的人唔知位，抢来抢去抢大位，小位想要换大位。拼生拼死拼地位，拼生拼死拼天位。各位空空伫倒位，定位总无爱让位，占位共款世愿位，上卡两得归本位。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2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丁春老师伊所写的《占位》。顺利去，咱邀请萧丁春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选举若到，就看咧占位。这个占位当然对咱囡仔时代开始算，咱囡仔时代捌算过占位。你也起来向占去，迄就爱做鬼吼。我看到这个人有的占条条，有的无要去占迄个位。所以我想到讲无来用7字来写占位一个。咱台湾人咧讲的位足济啦，即个所在，一个所在，还是一个位，叫做位。像讲即位先生，即嘛是位。所以我规首诗拢足济位，用位，当然这就是咧介绍有啥物位，这是用共款一个词斗做伙，但是意思我爱来活啦，袂使后壁斗啦吼。所以我直接咧讲人。伫世间咧找位，其实人出世就是拢有位，无论你伫家庭、伫社会，还是伫对，拢有你应该有的位。有的无少本分，想要耍位这个位的概念，伫哲学来讲真重要。人伊若会晓守本位。咱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守本分嘛，顾条家己的迄个所在啦，位会使讲所在，嘛会使讲职位，嘛会使讲本分，足一种意思的解说。这个诗到目前我还咧试验，用某共的方式来甲表达，会当用7字会当用较白话，会当用各种的方法，其实我拢咧。试验看对种较会好势。文学是一种艺术，欣赏嘛是一种艺术，总是袂当离开语言。语言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诗绝对是语言
做底，有这个语言做底，你才有法度去表达你的主体。若无，老实讲，无啥物路用。我进大学的时就开始要写台语诗嘛，讲找无字，我就是未见写华语的诗啊，写来写去都，我算较热骨啊，我较无爱写，毋是我想的，无合我的意思的，硬去倒出来，迄款的会物啊。我就心肝仔想的词，心肝仔意思，用华语都无法度表达，用华语无法度表达我概念内底，所以才会步入这个陷阱。这个修几十年，搁咧默受。总是有啦。台湾即几冬来安尼看，真正咧拍拼，咱电台嘛咧拍拼。我来念歌送立位，人来出世走找位，找来找去找无位，无位的人毋知位。上日起，咱继续邀请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内底一寡特别的台语文用字。量值量，咱知影人过身的时，上骹的量值，迄量就是骹踭伸直去，掠高收水。上骹是一直咧拍咧，对吧？迄毋是量，什么叫做量？就是讲徛收，徛收的时，你要用骹的力量对下面去。才起来，迄做量，迄个动作做量。所以讲，人在过去的时，迄个骹会量得去。所以量就是用足字边，足，足就代表甲骹有关系。咱拄讲的，叫做偏旁部首啦，既然是部首，就是讲甲即字的意念有关系尔。量就是表示声音，量这边的量。良好的良啊，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有当时伊会兼一寡意思。这里良做声音的符号，足做概念的范围，安尼只来表达。咱讲量，迄个量毋是甲量得尔啦，毋是甲量量开。咱若捌算过迄个两个人。倒骹正骹绑做伙，来咧走小路，结果走，说叫量开，就是伊骹伊叮当，量开，即嘛算量。定位总无爱让位，占位共款势原位，上骹量得。归本位，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凌春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家属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